得他救赎。因着十架爱，我们得自由，我们得平安，得医治。愿意我们将我们的伤痛、忧患、忧愁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求神来帮我们洗净，让我们得以用清洁的心来朝见他。因着十架的爱，因着十架的爱，一样。华语有信仰告白吗？好，我们一起用信仰告白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的崇拜。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落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洗，我儿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我们用感恩的心也来思想上帝借着耶稣钉十字架，成就他的旨意，成就他爱世人的表白。我们来唱这首《因着十架爱》，因着十架爱。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担当我的忧患，定义背负我的痛苦，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因你手轻放我的平安，主啊，我会转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医治和平安，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爱，重罪的赦免，因着十架爱，因着十架爱，因着十架爱，尽我的洁净，因着十架爱。主你身体，主你却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担当我的忧患，定义背负我的痛苦，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因你手心放我的平安，主啊，我会转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爱，重罪的赦免，
因着十架爱，经我的洁净，因着十架爱，医治和平安，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爱，重罪的赦免，因着十架爱，因着十架爱，因着十架爱，经我的洁净，因着十架爱，经我的洁净，经我的洁净，因着十架爱。在我对敌人面前，我有白色筵席的君啊！谢谢你用油膏抹我的头，谢谢你悦纳我们的赞美敬拜。愿你对我们的爱长宽阔深，我们不能想象，也不能测量，只有你知道。你差遣耶稣，你愿意让耶稣降世，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得平安。谢谢你，我们专心仰望，我们要专心仰望你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上的救赎。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里没有难成的事，在人所不能，在神却是万事都能。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大声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请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平安，上帝赐福你。平安，上帝平安，上帝赐福你。我们再次用信心的宣告，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大声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再次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
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基督里都是阿们，阿们，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相信神为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的，神啊，你是日日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你是应该受赞美、受称赞的。你的恩惠也是为困苦的人所预备的。今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发光，光照我们黑暗的角落，帮助我们行在你光明中，帮助我们会更信靠你。因为你说，跟随你的人是有福气的，你的福气是无限的。我们相信在人所不能，在神你万事都能。帮助我们爱你更深，帮助我们信靠你更多。求你的圣神保守我们今天的讲台，你的话语通过牧师的口告诉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让听的讲的都得造就，利益荣耀人。是的，神，愿你的旨意也成就在这地，像在天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来奉献。我来到你面前，我心属于你。来，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我来到你面前。请坐。我们来看周报。我们要那个祷告的奉献祷告的宣读吗？要OK，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的宣读。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
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在。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报告，在周报的内页。今天这个主日是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感谢陈光明牧师来本会证道请安报告，也请关心代祷与奉献。下一个，总会定在6月15日举办长老教会160周年联合礼拜，地点在高雄市凤山体育馆。若有意要参与的兄弟姐妹，请在1楼公布栏填写你的名字。我们在4月6日截止统计，该主日教会照常举行崇拜，第三次的圣礼典坚信礼也聚会照常。下一则，3月29日晚上6点半会召开周日幸福青年小组筹备的会议，请青年同工预备心来参加。下一个，本会社区事工，跳那么快啊？哦，好。本会4到6月教会圣工服事表也放在1楼招待桌的地方，请侍奉的同工参阅。时间上需要调整的，请自行跟他人来调整。也预备心，愿主纪念我们摆上的侍奉。社区教会也要开设社区事工，有一个叫疗愈小生活园艺课程要开课了，所以日期是在4月11号到7月4号，一共有12周12堂，时间是星期五下午的2点到5点，欢迎兄弟姐妹踊跃参加，也可以邀请你的邻里朋友一起来。详细的情形也公布在公布栏海报那边。有意向的人、愿意学习的人，请向赎会长老来报名，费用是1000元，它是材料费。好，下一个。为了要制作母亲节主日的回顾影片，即日起开始征集1到2张自己与母亲想感谢或最想的人合照，提供姓名、拍摄地点、想对他说的话，请交给子安弟兄，或者用传送的方式。那我们在4月27日截止这项活动的征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4章1到7节，还有一处是在路加福音18章。等一下我会一起来念。以利沙，第1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2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1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第4，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第6，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还有一个经节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27节，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也一起来念。在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再一次好吗？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一起敬拜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为了台南神学院的神学教育的事工，一起关心，一起奉献我们在我们教会感谢上帝哦去年2024年为了神学院奉献18900元让我很感动哦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帮助上帝的爱激励了我们为了神学事工来关心很感谢上帝，我们的敬拜团他们的用心，他们的敬虔来侍奉上帝，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为了上帝的恩典来献上感谢感谢上帝哦，让我们一起互相来请安向你旁边的人说：“愿你平安，看到你真高兴。”这是第一句话愿你平安，看到你真高兴。来，第二句话，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上帝的宝贝，你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上帝的宝贝，是非常有价值的。高兴了，你是上帝的宝贝哦，在上帝面前你是非常有价值的。来，在上帝的家庭，你是非常重要的。在上帝的家庭里面，你是非常重要的。在上帝的家，在你的家，在上帝的家，你是非常重要的，你是非常重要的。来，第四句话，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互相祝福，我们带上帝的祝福在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加倍祝福你，并使你平安。愿上帝加倍祝福你，并使你平安。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神仙，我们都非常关心神仙的神学教育事工。谢谢你，谢谢大家牧师、教会的长子兄姐对台南神仙的神学教育的关心带导我们盼望我们继续为了神学的教育事工也来关心带导奉献，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更深的认识你。感谢上帝，你赐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上帝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你的平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列王记下4章第1节到第7节，还有路加福音18章20节。看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我家里剩1瓶油，我家里剩1瓶油。讲到这个圣经你就会想到以利沙的老师，以利沙的老师就是以利亚以利沙的老师就是以利亚。今天的主角就是以利沙嘛，以利沙老师就是以利亚。以利亚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耶和华，我的上帝就是耶和华，我的上帝就是耶和华。以利沙在主前第9世纪的时候是北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名字的意思以利亚的名字是我的神是耶和华嘛。以利沙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就是上帝是拯救。
上帝会拯救你，上帝爱你，上帝会拯救你。好，上帝这个，还有列王记下2章9节哦，就是以利亚被接到天上的时候，还没有上去，还没有到天上的时候，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问你只管求。以利沙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再一次来，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愿上帝的灵加倍的感动你，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加倍的赐给我上帝的灵。啊，我们要感谢上帝啊！这是我们很多都希望能够在上帝面前说啊，愿感动你的灵来加倍也感动我啊，感动我。啊，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节哦，就是有一位寡妇啦，有一位寡妇，她是这样，她说有一位先知的门徒的妻子来向以利沙讲什么呢？讲说我丈夫已经死了，他是敬畏耶和华，是你知道的。寡妇的先知啊，寡妇啊，他的先生啊，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啊，他的先生哦，平常都是敬畏上帝，啊，但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上啊，有2个儿子留下来跟妈妈一起。现在债主来要娶我2个儿子做奴仆，这是一个寡妇对当时的先知以利沙说这样他所遇到的心里的痛苦，所以寡妇将她的困境是什么？再说一次，她的丈夫已经死了。第2个困境说啊，债主又留下一些债主要娶我的两个儿子做奴仆啊，当时的法律是允许的，当时的法律是允许啊，你留了债啊，债主能够娶你的儿子做奴仆啊，你知道寡妇对他儿子，看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这位寡妇的依靠和希望，是不是这样？儿子是这位寡妇的依靠和希望。现在债主要娶2个儿子当奴仆，这位寡妇对寡妇来说是很痛哦，是不是很痛？很痛啊！因为儿子是她的希望，她的依靠，现在因为丈夫在生前留一些债务，没有钱还，所以债主要来娶他们2个做奴仆。对这个寡妇来说，对这位寡妇来说，心里很痛啊，心里很痛。当时寡妇遇到这个家里的困境给当时的先知是谁？以利沙讲他的事。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在生活上，难免有遇到一些困境，有的是顺境，有时候是逆境，但是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要向谁说？一定向我们信任的人说嘛。所以这位寡妇也向当时的以利沙说她的困境。向人说你的困境不是一件羞耻的事，不是一件更小的事啦。你敢讲你的艰苦，你敢讲你的困难，向人家讲，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啊。这位寡妇愿意向以利沙吐露她生活上遇到的困境，从心理的层面来说是健康的，从心理的层面来说是健康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要做一位
让人信任的人，让人信任，看到你，信任你，我就把我的困难，我的遇到的困境也向你说。我们能够取得别人的信任的时候，就是会保守别人的秘密，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帮助别人，是不是这样？你得到人家信任，人家会告诉你，你会保守他的秘密，你就能够更多的机会能够帮助别人。你们看到这个图，一个人在爬山的时候，有个人扶持他，因为信任他，能够帮助他。当别人提到他心里的心事，你要尊重当事人，是不是愿意给别人知道，或者是就是替你代祷，你说你遇到痛苦、遇到困境，我要替你代祷，我给你带到祷告会替你代祷好不好？他说不要，你就不要，他说好，代祷就好了，你就在祷告会，人家替他代祷，但是出去的时候不要论宣扬，不要宣扬。所以刚才有说，人家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就不要，人家信任你，你就让你知道就好了，不要随便宣扬给他人知道。来，这位寡妇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将她的困境来讲。以利沙看到这位寡妇他如何帮助她？第一句话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就是有愿意帮助这个寡妇的心意和行动啦，能够帮助，愿意帮助这个寡妇的心意和行动，心，他的心意和行动，愿意对这个寡妇来帮助他。以利沙愿意帮助这个寡妇，表示什么？他心怀以利沙心怀有什么？有爱心，对不对？有爱心，他将心比心，表示你所遇到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寡妇，你现在遇到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另外一个，他心怀热心，主动又积极。以利沙就是主动积极听到这个寡妇所遇到的困境，当这个寡妇向他诉说这个困境的实情的时候，以利沙他心怀爱心，又心怀热心有主动有积极的心来要帮助这个寡妇。他向这位寡妇说：“你家里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我家里有什么？我家里都是没有啦。债主要来娶我2个儿子以利沙向这位寡妇说：“你家里还有什么？”这是一句充满有智慧的话语。这是一句充满有智慧的话语。以利沙要这位寡妇重新来找寻家里还有什么东西，重新来找寻家里还有什么东西。你看到这个寡妇在这个情况下，以利沙竟然给我说家里有什么东西？为什么牧师说这是一句有智慧的话语？真的是一句有智慧的话语，因为让这位寡妇回去，再重新来了解，重新来盘点他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人在困境中有时候都常常为了失去的，并且为所失去的东西来怨天埋怨天埋怨人埋怨环境，有没有？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遇到像寡妇一样的困境的时候，怨天怨人怨环境都是环境造成的都是别人都不要帮助我啦，怨天怨人怨环境，常常我们是这样。
我们从这段经文要重新通过以利沙对以利沙对寡妇说的这句话：你家里还有什么？我们为了你所拥有的，为了你所拥有的来感谢上帝。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图啊？两个图，这是什么？这是好像麻痹的画家，叫做什么？叫什么名字啊？黄美莲，有没有？他是艺术博士啊，他是艺术博士，他是脑性麻痹的，但是他在人生的过程中，他说了一句话：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我只看我所有的，我有的，我不看没有的。我们也要来看我们所拥有的。所以以利沙对寡妇说：“这样，你家里还有什么？”目的就是让这位寡妇重新盘点你还有你家里拥有的资源啊，为了你的有的来感谢上帝，为了你有的来感谢上帝。我们常常也是和一般人一样啊，遇到困难的时候，怨天、怨人、怨环境所以这个以利沙对这个寡妇说：“你家里还有什么？让他重新盘点他和家里还有什么为了所有的感谢上帝。”手伸出来，手伸出来，像你旁边的人，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来，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讲这样，要你们做这样？常常我们上帝给我们有手，上帝给我们有指头，我们有为了上帝给我们的手。上帝给我们指头来感谢上帝，这是有没有？有啊！上帝给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生命，有这个手，有这个有这个手指头，还有发挥指头的功能。有没有为了这样感谢上帝啊？所以黄美玲说什么？我只看我有的，不看我没有的，对不对？有的为了有的来感谢上帝。等于呢，你像有时候我们像寡妇一样的遇到困境的时候，为什么以利沙要寡妇？你家里还有什么？就是让寡妇再一次的来发现盘点她个人本身，还有她的家里还有什么？为了这个来感谢上帝。他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家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一瓶油。他就来到以利沙的面前说：“我虽然在我身上，我回去的时候真的有发现我家里还有一瓶油，还有一瓶油。”他就告诉以利沙还有一瓶油。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所拥有的不会是他伟大，人的伟大是在于他使用他们使用所拥有的化为别人的祝福了，化作别人的祝福，化为别人的祝福，把你所用的化为。你看这个图，你知道这个图圣经这是什么？这个图讲什么？这个图讲什么？对啦，五饼二鱼。有一位小孩子奉献他的五饼二鱼，通过耶稣的祝福，使多少人吃饱？5000人。一个小孩奉献五饼二鱼，通过耶稣的祝福，使至少5000人吃饱，将他所有的所拥有的孩子所用的，化为别人的祝福，化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好
啊，为了我们所领受上帝的恩典，所拥有的来感谢上帝，好不好？好，感谢上帝。来，刚才寡妇对以利沙说什么？我家里有什么？一瓶油，一瓶油。啊，通过一瓶油解决这个寡妇的困境哦，寡妇的困境。来，第3节告诉我们说，以利沙说：“你回去，你去你的隔壁邻居借空的器皿，看看地步，空的器皿，不要少借哦。”这是以利沙对寡妇说的：“不要少借哦，不要少借哦。啊，你有一瓶油，你要借多少器皿？我不晓得，这是和你的信息有关系的，和你的信息有关系。我只有一瓶油，我要借多少器具啊？”以利沙说：“你不要借少少的空的器皿，不要少借哦，不要少借。啊，这在说什么？这在和这个寡妇的信息有关系。来，第3大点的第1小点，寡妇平时和邻居和睦相处，所以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所以他现在要借器皿了，要借空的器皿，向邻居说：“空的器皿借我啊！”人家有没有借他？借他。啊，假如我们在吃的时候，你来信耶稣啊，很好啊，看到你就讨厌你，因为平常你就跟人家没有建立好的关系，好，我们要建立好的关系。我常说，我在台语也是这样讲，你哪邮差可以配合你安那改讲，我谢谢，讲谢谢你辛苦了。那个垃圾车啊，垃圾车不是后面有一个帮忙的吗？你有没有给他说谢谢辛苦了？你给他试试看，你给他说。谢谢你哦，辛苦了。久而久之他会经过你的巷子他会很笑你，他会笑，他会看你很好，因为你都祝福我，都感谢我，说很辛苦，跟人家建立友谊的关系好不好？好啊，建立的有关系很好啊，要彼此要建立一个跟人家友善的关系，有一个更好的友谊的关系，这个后就是这样嘛，去向邻舍借空的器皿人家就借给他，所以向邻居借多少空的器具，多少空的器皿，和寡妇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和关心的大小有关系，大小，你说。只有一瓶油，你要借多少？借多少空呢？这是和你的信心有关系。再一次讲，来，所以刚才讲很多次了，你要借多少空的基金是借多还是借少？你自己要来决定。来，上帝的恩典永流不停。再次我们讲一下，上帝的恩典永流不停。再次来。上帝的恩典永流不停。我们来看这个第4章4到6节，来一起念一次。来，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打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来。器皿倒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煮制了。”有没有奇妙啊？这个油一直倒，一瓶油一直倒空的器具，装满了就另外放，装满了另外放。油，直到这个寡妇对儿子说。再拿器皿来，他说没有了，没有器皿了。圣经上讲说，油就这样
止住了，油就止住了。上帝的恩典永流不断。路加福音18章20节说：“在人不能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个一瓶油倒在空的器皿，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倒到没有器皿的油加主治，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在神，在人不能的时候，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到，在我们生活上体会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帮助我们。结果呢，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不单上帝的恩典永流不断，再一次看到他的怜悯无穷尽。上帝的怜悯无穷尽上帝的恩典无穷尽。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圣经上对我们讲，上帝的怜悯无穷尽，在列王记下4章7节。来讲什么？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是谁？以利沙。告诉神人以利沙，神人对他说：“以利沙对他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儿子都可以靠着度日。”在说什么？你所倒的油，你可以将油去去卖，卖的可以还债。所剩的，你和儿子可以度日。在说什么？不但这个油卖了可以还债，还这个债务，又加上所剩的，你和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在说什么？不但他所倒的油可以还债，而且还有剩下的可以做生活费。上帝的恩典够用吗？有没有够用？上帝的恩典真的够用。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实在无穷尽。上帝他的怜悯透过以利沙解决这个寡妇的困境，有没有解决不但能够还债，又能够有生活费用来度日。耶利米哀歌3章22节，来，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来，诗篇9篇18节上，咱一起念。来，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必不永远落空。这个图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靠近伤心的人，耶和华靠近你也靠近我，耶和华关心你也关心我，耶和华帮助你也帮助我，帮助我。所以上帝的恩典永流不停，上帝的怜悯永不断绝。好，这是一个总结来，你我到底你我的一瓶油是什么？你我的一瓶来说一次来，是一个真诚的关怀和陪伴，是一句鼓励安慰的话语，是一句温柔的劝勉，都会带来上帝的祝福。一瓶油，你可以想象说，这个一瓶油就是一个真诚的关怀，一个陪伴，一句鼓励的话，一个安慰的话语，还有一个温柔的劝勉，都会带来上帝的祝福。有没有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好，最后我说，上帝的祝福在大甲教会，很多人坐满这个礼拜堂，坐满这里。我最后用5句话来勉励大家。
你对第一次来到大桥教会的人哦，可以感受到很温暖的5句话。温暖的5句话。第一句话，欢迎你来，欢迎你再来本教会参加聚会活动。当示会的人介绍牧师介绍新来的朋友，第一次来的朋友，他要聚会完要回去的时候，欢迎你再来哦，欢迎你再来，欢迎你再来，来再来大家教会参加聚会或活动，好不好？他听得感受到很温暖的，因为我第一次来人家弟兄姐妹就这样给他欢迎。好，那第二句话呢？第二句话，我来协助你。特别下雨天他开车了，来到我们大桥教会，下雨了，你会怎样？他的事情呢？有的人就马上拿雨伞给他遮住，好不好？协助他遮住，会不会给人家有温暖呢？有，让人家感到温暖。好。第三句话，你要不要坐我的位置啊？你要不要坐我的位置？说着现在大小教人有很多空的位置，对不对？但以后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坐满的，有新的朋友来，经过你的旁边，你会怎样？这是我坐的位置啊，我怎么会让你啊？请你来坐我的位置，你来坐我的位置，他会不会感到温暖？有啊。你看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当有一些老教会老会友做了20-30年坐在他的位置要起来很不简单呢。但是我们起来让位给他坐，他也感到温暖，好不好？第4句话，需要你帮忙吗？需要你帮忙，需要你帮忙。像去洗手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拜堂洗手间我都不晓得在哪里。你别洗手间，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你就在那边，就在那边，对，洗手间在那边。我们要上洗手间的时候，人家就给我们带路在这边给我们讲你会要感到温暖？会会感到很温暖。第5句话，你要回教你第一次来吗？我介绍你这位姊妹例会嘛慧娟，给你认识，慧娟给你认识。我第一次来到大桥教会，人家就给我介绍至少1个人让我认识，会不会感到温暖啊？会啦，会感到会的。爱能够创造神迹爱能够创造神迹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有爱的地方，我们要感谢上帝谢谢上帝。愿神赐福我们能够上帝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我们给大桥教会上帝赐福，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通过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事，我们一起起立，感谢上帝丰盛的恩典，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恳求你让我们有力量来实践你的话语。我们现在要回到自己的家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为你扬脸，并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来，请坐，我们默祷闭会。